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今年的热天，真正是有够热。气象局的统计，台湾6月到8月气温平均的温度是29.54度，是有史以来上界高温的记录。气象局预估后一季9月到11月，台湾的气温是正常偏悬，若雨量是正常，若这个秋天的风台可能会比往年加较侪。 其中有1个到2个会冲入来台湾。另外，今年第9号的风台梅沙上紧沿岸会来形成，这个威力可能会达到中度的强度。礼拜日到后礼拜二，北部甲东北部会来落雨。 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气流，今日透早形成热带性的低气压，估计暗时到过长江就会形成今年第9号的风台，叫梅沙。 落线离台湾有较远，会向琉球的海面过去，要么外围环流会为礼拜到后礼拜二影响台湾。北部、东北部地区会造成一些局部比较短暂的降雨，但是礼拜1、礼拜2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影响的程度就比较高一些，会为我们的北部东北部带来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。 风台阁驶过台湾，也阁受到西南风持续影响，气象局阁针对台南市、高雄市、甲屏东县3个县市发出大雨特报，其他地区嘛有可能出现西北雨，袂使无细字。中南部地区甚至部分的东南部地区，今天还是容易下雨，而且雨势上可能会比较明显。依照气象局的统计，今年6月到8月平均的温度是29度半，是有史以来上热的一季的记录。 包括7月份台北的40.2度，台北的39度7，总共15个7站拢创下历史的高温。加在秋天的气温会较正常。那在降雨部分的话，我们估计呢，在9月、10月这一段是属于正常到略偏多的情况。秋天风台数量有机会比往年较侪，估计会有1个到2个风台直接会为台湾来。你通当作讲，今年有8个风台拢驶过台湾，都伤过台伊。